大家好，我係白切雞。今日沙田賽事一共有10場，當中有草地同全天候場次，路程由短途至中距離一應俱全。今次心水特別集中喺幾匹近期有兩段快腳嘅馬匹，配合好檔位同熱門騎師，形勢頗為明朗。即刻逐場同大家睇下。第一場第5班全天候1650米，首推2號閃耀威龍，由潘頓策騎，近仗表現持續穩定，泥地路程對路。5號添喜運田泰安主理，評分穩健，狀態有進。6號朗日雪風黃志宏減5磅上陣，輕磅可偷位。12號型到爆蔡明少出擊，近期兩段快腳顯眼，有力爭入位。第二場第5班草地1004米，首推2號線路萬里，由潘頓策騎，連仗交出快段，實力突出。6號快樂老窩布文坐騎，評分持續高企，1004米適合。1號若一梁家俊策騎，早段速度快，可望主動。13號俊先生田泰安執韁，持續交出兩段快腳，有望挑戰。第3場第4班全天候1650米，首推5號川河營區，潘頓主理，近仗評分最高，泥地更見優勢。3號堅闖何澤堯策騎，數據進步，末段加速強。13號駕勢奇巴巴道坐騎，評分回升，有力分頭馬。12號街福區艾少禮合作，快段有保證，可望拼位。第4場第4班草地1004米，首推2號自有心得，由潘大衛策騎，近仗表現穩健，1004米正合適。5號活力精神巴道主理，近期兩段快腳明顯，有力一爭。9號長隆區艾道拿策騎，評分數據不俗。12號龍城強張希威森合作，近期狀態保持，可爭一席。第5場第4班草地1002米，首推6號拉合爾，潘頓策騎，連仗快段數據超班，1002米強項。10號有你有我巴道坐騎，持續保持高水準，爭勝分子。3號有情有義董明朗策騎，評分回升，實力不弱。14號紅海風帆黃寶尼減7磅，輕磅冷腳值得注意。第6場第4班草地1004米，首推10號天天更好，由潘頓策騎，末段持續交出快腳，勢頭銳利。4號準輝黃巴道坐騎，兩段數據亮眼，穩定之選。1號美麗邂逅中意禮減2磅，狀態保持進步。13號海船幸運黃寶尼減7磅，末段不俗，可拼一席。第7場第3班草地1000米，首推3號狀元及第，潘頓坐騎，1000米短途速度極快，近績超班。7號精彩福星希威森策騎，兩段快腳突出，實力有保證。9號首度擒來蔡明少主理，短途快腳銳利。6號會長之寶奧爾文策騎，近期快段數據支持，可望爭入3甲。第8場第2班全天候1650米，首推4號太陽勇士，潘頓坐騎，近仗評分高企，泥地專家。7號精英雄心希威森策騎，連仗兩段快腳，戰意明顯。1號超超比布文合作，評分穩定，路程適合。10號快路楊明倫上陣，數據支持，冷腳可兼顧。第9場第3班草地1002米，首推3號燈膽將軍，由潘頓策騎，評分明顯高企，1002米最合適。13號智勝攻略巴道主理，近期兩段快腳犀利，狀態正盛。7號運高八斗黃志宏策騎，末段速度持續，具爭勝力。10號99維軍中意禮合作，評分有保證，可望拼入前列。第10場第3班草地1100米，首推4號君子傳承，潘頓主理，短途快段數據頂尖，實力超班。3號春風萬里何澤堯坐騎，近期兩段快腳突出，爭勝呼聲高。2號包裝創新布文策騎，表現穩定，1800米合用。6號安可艾道拿執韁，近期衝刺銳利，可望殺上。